人工智慧可以帮助客家人建立友善的语言环境，让大家都能够很方便学习客家话。科技与客家话最关键的3项技术是机器翻译、语音合成、语音辨识。用 AI 科技建立第一步是透过机器翻译来建立华语转客语、客语转华语的文字翻译系统，可以方便民众去使用客语，无论是客语词汇的查询、日常生活对话的应用，甚至是帮助专业的客语书写，有效率地将各式华语文章翻译成以客语书写的文章，同时也可以辅助客语诗词创作，降低客语文字书写的门槛。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将很少被民众所使用的客家特色词汇、老古人言、客家谚语加入客语翻译系统的语料库之中，让这些逐渐被客家人淡忘的特殊用词也能够透过翻译系统慢慢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同时，也要将一些新兴用语加入到语料库之中，让年轻人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方便地使用客语。